甲头，真看真好。每日生活中，爸爸用总的镜甲头，是阮妈妈甲阮囡仔健康的外壳，有爸爸看过的日子，实在真安全温暖。爸爸的镜甲头，真看真好。爸爸的镜甲头，是阮坚固的外壳。但是有啥人的镜甲头，通予爸爸来外壳？只有疼痛的天父，会坚固爸爸的人生脚步。对天里看故事予爸爸平安喜乐。爸爸的镜甲头，是阮坚固的外壳。但是有啥人的镜甲头，通予爸爸来外壳？只有疼痛的天父，会坚固爸爸的人生脚步。对天里看故事予